我哋成日都以為自己仲有好多時間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，死亡其實隨時都可以帶走你啊？唔知你有冇試過嗰啲差啲就嚟死嘅經歷呢？我自己就試過至少2次。大家好，我係秋秋，歡迎你返嚟 Ciao Reality Break。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。其實死神系列係講有一個人有預知能力，佢喺夢入邊見到災難嘅發生，醒返之後去嘗試想阻止呢場災難嘅發生，去拯救每一位人。但係死神又會唔會俾佢咁做呢？我記得第一次睇嘅時候，我當佢溝片咁樣睇，又驚又要睇。同啲同學仔去海洋公園嘅時候，實有一個同學話：哎呀，唔好坐過山車啊，好恐怖噶，會好似死神來了咁樣噶。嗰陣仲喺度講笑，根本就唔知道死字點寫。直至到有一次喺我20幾歲自己去阿姆斯特丹旅行嘅時候，喺 Central 嗰度過馬路，嗰度嘅馬路設計同香港非常之唔同，因為好多人都會用單車去代步，所以佢哋嘅設計會係行人路、單車、電車同埋車。之後中間會有一個紅綠燈，俾你過咗一半先，再過另外一半。基本上我要睇2個紅綠燈。係因為嗰陣我掛住聽歌，之後嗰幾日係 King's Day，會有好多唔同嘅 DJ 喺唔同嘅地方嗰度打碟，所以我想 look 翻啲唔同嘅 EDM 歌，等我去到 festival 嘅時候可以完全融入。於是我就帶住部耳機聽一啲 EDM 嘅歌，大聲到側邊嘅人講嘢我都聽唔到。我過馬路嘅時候，會首先望咗個燈係綠燈，我再望一望右邊，因為慣性我哋係會望右邊先至會過馬路。但係我唔記得咗喺荷蘭係左軚，基本上啲車係由左邊嚟嘅。正當我想踏出第一步嘅時候，唔知點解我望一望左邊，喺我望嘅時候，架電車已經迎面而嚟，跟住我退後半步，我幾乎可以掂到電車個車身。望一望地下，嗰個電車喺我波鞋前面嗰度剪過，我就係咁樣爭0.001秒，我就幾乎俾架電車撞死。我定一定驚，望一望後面，有2個鬼仔應該見到晒成個過程嘅發生，望住我，隻眼睜到好大，個下巴幾乎跌咗落地下。嗰刻我先知道我啱啱真係爭啲死。跟住我過埋另外一半嘅馬路，我 WhatsApp 俾我個 friend， 我頭先啱啱爭啲死啊！就係咁，呢個爭啲死嘅經歷，幾乎係改變咗我成個人生觀。嗰陣20幾歲，知道死亡係咩，但係唔知道原來可以咁近。自此之後，有困難嘅時候嘗試去克服，有想做嘅嘢盡力去做，唔得再試。我都好感恩嗰日死神冇帶走我，亦都非常之感恩嗰個經歷，令到我之後嘅人生活得更精彩。而我第2次嘅經歷就比較接近 Final Destination 嘅第1集，當然冇咁誇張啦。嗰年2020年喺 Covid 未爆發之前，學校安排咗我哋去一個 field trip 去拉斯維加斯，一個 networking 嘅 event。我當然有參加啦，因為我冇人脈，我又要去揾工，當然唔會錯過呢個機會啦。而且佢仲提供咗少少嘅 scholarship， 所有機票啊、酒店啊，我哋都安排好晒啦。但係嗰陣睇新聞，香港已經進入咗一個恐慌嘅狀態，啲人搶物資、搶口罩、搶廁紙。而喺加拿大就好似風平浪靜，所有嘢都唔關佢事，好似活喺一個平行時空咁。而我記得有一晚1月尾，我突然間發夢，係一個噩夢嚟嘅。我滯留咗喺美國嘅機場，啲人喺我側邊度大叫救命 ，BB 喺度喊，逼到我唞極都唞唔到氣，航班全部取消，所有人喺一個大堂入邊尖叫。之後我突然間扎醒，醒咗之後我成身都係汗，我嗰刻真係好驚，可能呢一個係一個 sign 嚟，叫我唔好去美國。我同咗屋企人商量之後，就決定取消咗呢個行程。但係因為之前學校講明，如果你報咗名之後，所有嘢都唔可以取消。
取消嘅話，1蚊都唔會退俾你。但係我唔理退唔退錢俾我，總之有把聲叫我冇去，我就真係唔想去。於是我同其中一個 professor 講，我決定取消呢個 trip，佢竟然拒絕咗我。然後我投向另一個 professor，我同佢講，因為我自己一個喺加拿大關係冇屋企人，我驚滯留咗喺美國，返唔到嚟加拿大，亦都返唔到去香港。我咁講之後，口頭上都俾我取消，但係叫我同 admin 去講，因為要做一啲 refund 嘅手續。喺講嘅過程，嗰個 admin 嘅職員居然開嗰部電腦俾我睇，你睇下個地圖，我哋喺呢度，香港、中國喺嗰邊。我哋喺世界嘅另一邊 ，Covid 唔會嚟到我哋嗰邊，你唔使擔心。我哋呢度相安無事，你唔使取消。你做乜要取消？我心諗你冇嘢啊嘛？每一日都會有人出境同入境㗎喎，你真係覺得 Covid 唔會傳到過嚟呢邊？跟住我都費事同佢解釋啦。我話你唔退錢俾我就算啦，唔緊要噶。嗰啲獎學金我唔要噶啦。總之我就唔去啦。最嬲尾佢都肯 refund 俾我。但係獎學金就冇啦。我當時真係覺得非常之震驚，佢竟然為咗學校嘅 reputation 同埋 profit 嘅關係，而唔考慮到學生嘅安全。佢有冇諗過嗰啲留學生如果滯留咗喺美國嘅時候，屋企返唔到，加拿大又返唔到，就算加拿大政府話包機，都唔會輪到啲留學生啦。我相信，覺得佢咁樣講就真係非常之戇鳩，同埋對世界真係一無所知。而呢件事我冇同其他人講，我淨係覺得唔關我事。過咗1個月，我夢入邊見到嘅情況，竟然喺電視機嗰度重現翻出嚟啊！開 YouTube 全部都係嗰個情況，啲人困喺美國嘅機場入邊喺度嗌，又話冇飛機飛返去。我就知道我真係避咗一劫啦。雖然我冇救到其他人，但係我救咗我自己。我真係覺得非常之感恩。講開預言，大家都一定有聽過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呢本書，一本記錄咗一位有預言能力嘅漫畫家所描述嘅夢境。佢好明確咁樣講出日本將會喺2025年嘅7月5號發生大地震，而且仲會牽連鄰近嘅地方，令到日本、菲律賓、台灣同埋香港嘅版圖都會連結喺一齊。其實好多日本嘅地質學家都有講過，嚟緊嘅20年，日本都好可能發生大地震或者火山爆發，但係咪真係今年7月5號咁 specific 呢？我就有啲半信半疑啦。好簡單咁樣講一個例子，啲人成日都話有咗 BB 唔夠3個月唔好講出嚟啊！如果唔係 BB 會小氣嘅。用翻同一個講法，如果你將一個預言散播晒俾咁多人知嘅時候，其實個 timeline 已經係唔同咗。原本應該發生嗰樣嘢，可能唔會再喺呢個 timeline 入邊出現，就係因為佢咁樣講咗出嚟之後，應該唔會再發生。幾時發生唔知，但係未必一定係嗰日。講咗咁耐，其實我想問下你，有冇啲嘢你想做，一直未做噶？我記得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入邊有一句對白 ：Life is precious, enjoy every single second. You never know when.Good luck！ 有嘢想做，計劃好就去實行啦，唔好再等啦，因為你唔知道你仲有幾多時間。如果你都有同死神擦身而過嘅經歷，歡迎你留言話俾我知啊。今集 Reality Break 講到呢度，呢個 club 每星期都會分享唔同劇集、電影同埋音樂，絕無劇透。下集再傾啊，Ciao！